去啦，藍眼白龍，為我哋嘅未來，用你嘅爆裂疾風彈打低佢！好嘢！我冇事啊！點會咁㗎？嗰個係用啲咁嘅伎倆就想打低我啊！拉人，你消失啦！哥哥，拉人，乜你真係唔記得咗啦？呢個就係創造天地嘅第7個回合啊！我呢張領導卡，奇蹟的方舟，都係時候啟動佢最後嘅特殊能力啦！呢個就係我張領導卡真正嘅模樣啦！天界王斯拿多，而我咧就會成為創造者，全知全能嘅神啊！拉雅嘅身體，呢個先至係我真正嘅模樣嚟啊！最後一戰，我嘅生命值並冇減少到，但係呢一戰就會決定呢一場戰鬥嘅勝負，勝負已經分咗啦。爸爸，你見唔見到啊？我而家已經向你證明咗，唔理邊一方面，我都係優勝過那人噶。哥哥，對唔住啊，都係我唔好。木馬，那人，木馬，你哋嚟接受天嘅譴責啦！海馬，木馬，木馬，海馬，海馬，咁都唔錯啊！咁你哋咪可以永遠都唔使分開咯。嗱，名我都諗好啦，呢個雕塑就叫做令人感動嘅兄弟情啦。